後來鄉親啊，刷落看這個北海道風台直接從日本的沖縄話，已經有超市的物資荒賣了，航班嘛大受影響。啊，台灣提前因應着風台，除了龜山島封島4天，台東往回綠島的船班周末嘛全面來停駛。氣象署講，受到風台外圍環流的影響，拜六到後禮拜一，全台灣攏會落雨。海湧一波對一波，看起來是愈來愈大。宜蘭的龜山島不受海湧衝過碼頭，海巡人員唔敢台應。還是會啦，還是會擔心。台東往回綠島的船班周末攏停駛，比台灣較大聲被影響的，就是日本的沖縄灣。風台瓦近寫甲真大字，沖縄灣有超市提早設置了風台專區。手電啊、電池甲各種防災物資，攏總排上火架。泡棉區上明顯，部分的商品被掃了去啊。冷凍的食品規嘛同款。有真個台灣的遊客航班受到影響，為今日開始，有真個班次的航班被取消。從週六到下週一這段期間，我們受到颱風及其他的外圍環流影響之下，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降雨。整體來說呢，要特別留意的，像是在中部以北的這一帶，會有一些局部比較明顯的降雨。我們在週六、週日這段期間，北部山區可能會有些局部豪雨發生的幾率。到中晝為止，全台和風台掃到的幾率北台灣上懸，其中基隆是48%，這排頭一個。北海地這個風台繼續向台灣挖近，風雨影響會愈來愈大，提醒鄉親一定要提早做好準備，小心的因應。